행계 공감사. 大家好， 디레인간주 럽전 중립아. 전부를 되버십티 책이.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第12课住宿。谈到住宿，当您到外地去出差或者旅游时，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住宿问题。那么在西藏也不例外。下面由我和边巴老师给大家教一些到西藏以后如何用藏语去表达有关住宿方面的句式。当您到了一个宾馆或者旅馆时，你首要提出的问题就是请问还有房间吗？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呢？ 根据需求，康巴、东巴、云南，请问还有房间吗？ 根据需求，康巴、东巴、云南，请问还有房间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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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要问房间的价钱了，多少钱一晚上呢？孔目、记了、卡拉、卡最热。广目、记了、卡拉、卡最热，多少钱一晚上？孔目、记了、卡拉、卡最热，多少钱一晚上？ 广目、记了、卡拉、卡最热，多少钱一晚上？广目、记了、卡拉、卡最热，多少钱一晚上？ 那么房间的价钱确定下来了以后，我准备要一个单人房间。我要一个单人房间，用藏语应该怎么表达？ 我啦，米吉对塞康不起贵。我要一个单人房间。俺了，米吉对塞康不起贵。我要一个单人房间。俺了，米吉对塞康不起贵。我要一个单人房间。我啦，米吉对塞康不起贵。我要一个单人房间。我啦，米吉对塞康不起贵。我要一个单人房间。房间里有些什么？应该怎么说呢？康贝囊啦，卡里卡里有热。康贝囊了，卡里卡里有热。房间里有些什么？康贝囊啦，卡里卡里有热。房间里有些什么？康贝囊啦，卡里卡里有热。房间里有些什么？当您知道了房间里有些什么，你就确定的告诉房东你要住几天。那么我准备住3天，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啊，你们孙对自语，我准备住3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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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帮我提一下行李，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你到这开了南堂，帮我拿下行李。你到这开若南堂，请帮我提一下行李。你到这开若南堂，请帮我提一下行李。你到这开若南堂，请帮我提一下行李。你到这开了南堂，请帮我提一下行李。顺便，您还可以问一下服务员，洗澡的地方远吗？所不就是他人不要这边，洗澡的地方远吗？所不住宿他人不
有时别。洗澡的地方远吗？ 수부 주스 타진부 여리베洗澡的地方远吗？ 수부 주스 타진부有时别。洗澡的地方远吗？ 수부 주스 타진부有时别。洗澡的地方远吗？同时你也可以问一下有没有理发店。那么我要去理发，用藏语应该怎么说？ 我扎下个找个雨，我要去理个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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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也可以问一下服务员邮电局在哪里。那么我要到邮电局去寄钱，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我查看了我国个个语，我要去邮局寄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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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已经很麻烦服务员了，那么最后我想说，你们的服务态度很好，谢谢。这个用藏语怎么说？ 개최 셉슈 넘기로 하자 야오도 개최로 하자 투지치 슈기 你们的服务态度很好，非常感谢你们。 개최 셉슈 넘기로 하자 야오도 개최로 하자 투지치 슈기 你们的服务态度很好，非常感谢你们。 개최 셉슈 넘기로 하자 야오도 개최로 하자 투지치 슈기 你们的服务态度很好，非常感谢你们。前面我们学习了有关住宿方面的主要句式，那么根据课文内容，下面让我们来做一下替换练习。下面我们对重点句型做替换练习。第一个句型是我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这里指房间。俺俩卡着卡着几个。比如我要一个双人间。俺俩mini对塞看不几个，我要一个双人间。俺俩mini对塞看不几个，我要一个双人间。比如我要一个三人间。俺俩미숨对塞看不几个，我要一个三人间。俺俩미숨对塞看不几个，我要一个三人间。比如我要一个单间。俺俩미직对塞看不几个，我要一个单人间。俺俩미직对塞看不几个，我要一个单人间。比如我要一个带卫生间的房间。俺俩脏着看预备看不几个，我要一个带卫生间的房间。俺俩脏着看预备看不几个，我要一个带卫生间的房间。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二种句型。第二种句型是房间里有什么什么什么，康边拿了卡着卡着有谁？比如房间里有电话。康边拿了卡巴有谁？房间里有电话。康边拿了卡巴有谁？房间里有电话。
比如房间里有电视机。康贝囊了，年轻表示房间里有电视机。康贝囊了，年轻表示房间里有电视机。房间里有热水器。康贝囊了，出差不水呀，表示房间里有热水器。康贝囊了，出差不水呀，表示房间里有热水器。房间里有衣柜。康贝囊了，土落下色，恰刚表示房间里有衣柜。康贝囊了，土落下色，恰刚表示房间里有衣柜。房间里有洗澡间。康贝囊了，素不注释表示房间里有洗澡间。康贝囊了，素不注释表示房间里有洗澡间。我们来学习第三种句型。第三种句型是你们的什么什么很好，感谢你们。키랑츠 카리카리 하자 야부도 키에서로 토지시 슈기인。比如你们的饭菜很好，感谢你们。키랑츠 칼라 하자 야부도 키에서로 토지시 슈기인。你们的饭菜很好，感谢你们。키랑츠 칼라 하자 야부도 키에서로 토지시 슈기인。你们的饭菜很好，感谢你们。你们的房间很好，感谢你们。키랑츠 강바 하자 야부도 키에서로 토지시 슈기인。你们的房间很好，感谢你们。키랑츠 강바 하자 야부도 키에서로 토지시 슈기인。你们的房间很好，感谢你们。你们的服务员很好，感谢你们。키랑츠 섭슈와 하자 야부도 키에서로 토지시 슈기인。你们的服务员很好，感谢你们。키랑츠 섭슈와 하자 야부도 키에서로 토지시 슈기인。你们的服务员很好，感谢你们。前面我们学习了三种比较重要的句型，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怎样运用的。怎么了？后面被今年特别不是玩玩了的，光看个结果真难看。不是玩了，公看啥？今天给准备比较热闹。真的。Let's meet each other. Let's. 근데 시도 지난데 님은 같이 쇼나니 남바. 마트린데 님 숨스테니. Let's. 너나 지난기 때만 고무 숨게 샤라나. Let's 정글. 도체나. 티키랑기 중진인 야구냐라나. 줄을 제대로 진디디 남페라나. Let's. 생각 더더 숨배 거다 숨내원이래. 지난 진디 때유. Let's 도체나. 怎么了？我自己想玩还没做二遍。前面我们在课文和情景练习当中遇到了很多生词，下面我们针对这些词汇进行重点学习。中译吧，第12。中译吧，第12。准咖旅店。
整康旅店，东巴空的，东巴空的，康巴房间，康巴房间，广木碗，广木碗，密集对撒单人间，密集对撒单人间，多车行李，多车行李，扎下儿理发，扎下儿理发，协助服务，协助服务，넘기로态度， 넘기로态度， 미니对撒双人间， 미니对撒双人间， 미숨对撒三人间， 미숨对撒三人间， 张着卡卫生间， 张着康卫生间， 年轻电视机， 年轻电视机， 추차보 소야热水器， 추차보 소야热水器， 土落下塞차감衣柜， 土落下塞차감衣柜， 수부注射洗澡间， 수부注射洗澡间， 协助服务员， 协助服务员， 니린 슈켄接待员， 니리 슈켄接待员， 王文王文， 王文王文， 规矩需安排， 规矩需安排， 托卡楼上， 托卡楼上， 람사马上， 람사马上， 구십先生， 구십先生， 루미치填表， 루미치填表， 温啦这预交， 了这预交， 穷贼收据， 穷贼收据， 自家结账， 自家结账， 网络用女起多退少补， 网络用女起多退少补， 托萨孙不三楼， 托萨松巴三楼， 底密钥匙， 底密钥匙。前面我们学习了住宿一课的常用句式，学习了词汇，我们还进行了情境练习。那么您到西藏以后，能用藏语跟别人交流有关住宿的相关问题吗？好了，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解码解用。让我们下堂课见。